台湾国乐团年底作品《上水的台湾》，以3位下世代作曲家因的钢琴协奏作品，要用12月奖代表台湾一年四季，展现台湾旺盛的生命力。伫礼拜下晡就伫国家音乐厅演出，先带观众朋友做伙来去评判。 优美的钢琴声、甲箫、锣和济济传统乐曲，甲台湾山水的美丽走出来。这是台湾国乐团艺术经理，本身嘛是台湾作曲高人王以律上新创作的钢琴协奏曲，号做《上水的台湾》。伊讲期待甲台湾东海花，互伊的感动分享予众人。希望大家可以听到一种国乐一个新声音的一个诉说台湾的一个想象的一个音乐空间，这样。他创作的这个声响非常的新颖，在我练习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到很多，就是当我在弹古典的时候，我没有发现到的一些音色，这样子。伫鼓吹、乌达拉，也有各种弦仔。原来中作曲的台湾四季内底，这曲号做一只鸟仔，夏季自然万物旺盛的画面，那亲像着伫咧眼前。这也是这届台湾国乐团年底作品内底被演奏的其中一曲。这是东方的这个传统的国乐，甲西方的声乐器的这款的无共款的这种乐器的结合哈，对于国乐团来讲，嘛是这款的创新的音乐的风貌出来。台湾国乐团希望打破英国对国乐作品的印象，结合中西音乐，让观众感受台湾一年四季迷人的景致，斗阵听见上水的台湾。记者民警曾派文台北报道。